二战时期有一寡妇女互强迫成做日本军队的慰安妇，为着替这场慰安妇讨公道，伫咧2000年的时，伫日本东京有举办女性国际战犯法庭，搁号做2000年东京大审。各个慰安妇拢出庭，望国际重视慰安妇的议题。妇安会阿嬷兜博物馆今仔日开始展出东京大审的珍贵资料，望大家继续关心也思考战争的影响。册内面详细记录为慰安妇讨公道的女性国际战犯法庭，这是由各个民间团体发起，2000年伫日本东京举办的模拟法庭。虽然无亲像国际法院有强制力，但是迄时各个慰安妇受害者出面，讲出家己的故事，互国际更加关注慰安妇议题。他们希望可以借由这个模拟法庭呢，让整个国际社会关注这样子的议题，那让大家理解到说，为什么这一件事是错误的？那了解为何犯错之后，我们就不要再重蹈这样的覆辙。2000年的时，台湾的妇女救援基金会带领有12个慰安妇阿嬷到场作证。即马真侪慰安妇阿嬷已经过往，相关的议题也愈来愈少人关心。但是妇安会讲，最近发生的战争也有同款类似的状况。现在很多战争开始发生的，那很多包含以巴的战争，还有俄乌战争的部分，都会有一些国际人权一些关注，甚至有国际法庭开始也关注这个议题。从过去的历史案件的一些状况，你有没有想想现在这样的事件到底有没有再继续？妇安会希望透过展览，让大家知影，这毋是单纯的历史事件，伊也希望政府甲慰安妇议题甲现代性别平等议题结合，当作教材，甲性别平等概念为细汉开始定根。记者郭文成由台北报道。